还有那个门板拉过来可以防干扰装置，手机无线充电呢。你看他准备那个吃的东西呢，前方有那个什么脱水的毛毯呢，还有门板呢，有隐私的门板，还有这个餐桌可以拉出板子来，可以放东西的，看书的、写作的、打电脑、打手机，还可以看前面影片，可以手机投影到前面荧幕，还有那个右前方那个盘子。那个是无线充电的，手机无线充电的，还有台灯哦等等，嗯，速速度很快的，杭州到北京4个多小时。